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福氣來也》，我係吳一勇。我哋今日來賓呢，以非常的特別吼，對音樂的養分真蠻長。不過地動有幾多年，台灣係的，吼唔定年而係乜嘅，裡面有多進來。故所今日我來了解伊個故事，一路係音樂人邱群芳先生，歡迎。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邱群芳，真係歡喜來到《福氣來也》節目。非常歡喜可以邀請到先生。老師，你係閩南人錯嗎？係。我知道講其實啊，屯音樂的養分係真蠻久以前就開始嘅。你係萬歲如果有這種音樂天賦呢？這種？我講，爸爸媽媽吼真係好唱歌嘅。可能我想應該同我哋呢祖先有些原住民的血緣的關係吧。因為我阿媽的媽媽係呢高雄的太魯官人。我想講可能爸爸媽媽安會唱歌，可能有18有10多樣種。我有4個姐一個阿哥，一個老妹，全部有真係好唱歌嘅。所以我係說，到底一個幾好睇嘅、幾好唱歌嘅、幾好音樂嘅環境下睇嘅啦。我阿婆我記得咯，係說係我教我唱山歌。哇，還有安尼嘅印象。嗰種能歸路卡係用哪個情形？都係會編垃圾編卡帶嗰種。叫下唱，因為種係錄卡，我冇乜印象，爸爸媽媽有睇唱歌嘅。安尼吼，我爸爸真係會唱歌嘅。我跟人講啊，我哋錄卡可能最會唱歌都係我爸爸，聲音真係好。因為伊攏擺係後生嘅啊，我學按到聲音，壓力過大咩吼，都嗰時候唱歌嘅。我錄卡一聽我有一個垃圾哦啊，一個編唱盤嘅編黑膠唱片嘅東西啲嘅寫。我還記得我係說時常對。所以冇嘅錢咧，都我爸爸編音樂本來彈，啱啲編埋嘅歌嘛，唔怕冇彈過。冇嘅歌誒。編係咧林波嘅專輯，第一條都係咧回娘家，啱彈都聽呢條咯。我有一段情啊，都衰起嚟。我永遠記得有個事情，5、6歲嘅下，真係。你的搖籃曲很特別。怎麼搖籃曲？反正都見印象韓國詞。真蠻長。如果音樂喺唔嘅生活當中，對詞寫就非常重要嘅。冇錯，我睇小學啦，有乜嘅表演，老師都幫我去參加，幫我唱歌俾大家聽。我到高中，因為我讀上中，我都開始參加吉他社。吉他社我19歲，我都第一擺都參加南台灣新人獎嘅創作歌謠大賽。我第一擺參加都該允許該好多得獎嘅啦。對嘅開始嚟講，都一直都揀一個音樂呢，創作呢。做我嘅生活中嘅一個怎樣講，一個興趣啊，一個調劑嘅工具。嗰種唔是比如說參加比賽，加下都自家寫歌嘅。自家寫歌嘅，真係太當。係啊，幾多年好唱是好唱，冇講愛自家寫歌嘅。不過唔如係，唔係因為有也比賽，想講去試看啊。佢係唔第一擺創作。你還記得有個最有名嘅一條歌，叫做《海裡來的沙漠》。拾起一把海裡來的沙。佢係咧我老母嘅學姐寫嘅。伊讀獼猴附中，佢係咧獼猴附中係唔前邊啦，獼猴太好。安個誒，我書伊都講講，呀個歌壇係咧我學姐寫，我講我咪曉得寫歌呀，天意嘅我都去參加，結果都得獎嘅。願意唔參。後來更輝煌嘅都係大學城，係冇？家下唔係第6屆。第6屆其實啦嗰種國父嘅革命用，按到擺我參加大學生，第3擺咱真是得到大獎，我第2擺都已經得到一個佳作。按這條歌本張清芳16第3張專輯裡邊嘅一條 B 面嘅第1首歌。按個我第3擺參加，咱真是得到第1名，按個也能夠得到一個最佳作詞嘅獎。哇！家下安尼過厲害，因為我哋後生家下適談到大學城，你講過厲害啊！你談過大學城啊？你歌手如果提講萬年，嗰度民歌，嗰有名嘅歌手就係大學城出來。最有名嘅都陶晶瑩啊，係哦。楊培安你談過？楊培安其實我哋嗰度人出專輯，我算。這麼慢呢？我已經30多年以後，咱出專輯，改少年唱嚟啦。係啊，家下一天我有機會可以出專輯，家農會搞個研究。
我還記得30-40年前嘅行，因為我參加比賽係1989，佢下都得到台獎嘅下，佢下睇環境吼同今規模相同，佢下音樂環境我樣講夠複雜。老實講有人情愛，我又去唱片公司看過吼，我認為佢下環境唔適合用嘅，睇咧我哋創作嘅歌位全部係咧賣斷，賣本唱片公司，我哋收唔到版稅。所以吼，我幾十萬下，那有可能做得成法，睇咧問題端咧，呢個問題嘅下全部喺鼓勵嘅觀眾啊市場全部搶去看俊男美女，唔可能也按愛嘅。沒說演導呀。係想講但冇去跟人比，尤其係咧上下聲音咧，歌冇按太嘅企圖心，跟到上下聲音嘅比較又差咁多，冇。我樣講都講歌。應該過老實啦，過單純唔講錯嘅，過單純，我就想講嘅環境可能冇適合我，所以我都留下去台灣統合研究所，起碼做2年兵，我都決心去美國讀博士。故所主要原因係一個唔係太單純，係有才調讀書，也唔點樣講，因為美農銀行第一個讀博士，係嘛？一睇就博士，都係其中之一。因為美農人他個種田嘛，大部分的人個辛苦，所以講我爸爸媽媽有希望講生意盡量讀書，盡量做得讀書啦，就盡量唔好見你在種田按辛苦啦。我爸爸媽媽也真蠻栽培我呢。其實我生意呢按多吼，我大部分全部要出太賺太好，所以個辛苦尤其送我一米嘅二發，天然發嗰度錢，我願意算唔會差啦。我一米嘅地方我天然開始都拿出高獎學金，所以這唔是在講我爸爸也能拿錢用，我支持我。咁你去讀係讀乜嘅呢？讀經濟，因為我喺台灣讀嘅係呢中興大學嘅農業經濟，研究所也係讀農業經濟。喺美國咧，我都轉過一般嘅經濟，經濟用啲分割到專門嘅領域吼。比如講我睇嘅論文喺美國寫睇嘅博士論文，我專門研究台灣嘅地層下陷嘅問題。我嘅按到自然資源的經濟學。我指頭高樹呢，世界最有名嘅指頭高樹，專門研究。睇擺寫論文寫我係嚟哦。結果伊講群訪，我5年論文寫我係啦，唔講我移民行都轉台灣再數1年嘅資料。我講告訴我，困難呢冇，我拿主考獎學金，按規數資料發案到經典，所以我冇辦法咩。伊都講啊，咁安尼唔使上課啊，嚇。其實我嘅論文的委員會地步全部告訴你講唔是在詭異。唔過冇人講做得更稱呀，因為我嘅指導教授世界替權威告訴哈，像伊唔本過落去嘅，伊都講很做唔得。裡面伊都講啊，伊都講，伊也個有風土，每個人真係有風土。伊都講啊，第一唔可能唔歡喜，係你面聽嚴格，我哋無法度再繼續行下邊。你請過別的教授，我真實我都去請過專過那些嘅領域，我都專拿醫藥經濟學，醫藥嘅經濟學。我已經寫唔起咧，有拍的哦。所以我要再轉過那是一個專門的領域哈，醫藥經濟學，按過請過一個教授，重新上過一個論文的委員會，我要再花2年的時間，讓個論文寫能畢業。好彩博士論文係博士論文，總共都一共讀個6年啦，6年對寫2個論文啊。很厲害，一般人6年。博士論文聽錯讀嘅係呢？冇辦法讀，真是個辛苦嘅好啊！因為有壓力啊，因為講一路去到美國咧，一聽到咁樣嘅事情發生，好彩老天爺幫助，因為我轉過醫藥經濟呢，我有辦法去美國尋到好條路，因為我喺度真是都幹自然經濟資源的經濟學博士修下來吧，可能趕快尋條路。咁其實後來有幾好嘅條路睇過太間嘅公司嘛，睇美國是條路，那麼暗戇因為行業我都係唔賺錢咧，條路咩？唔賺錢係另一回事，因為嗰當然都係可能做到已經成就到嘅。我想講我要追尋自己的夢，不過還有個誘因係嘛嘅，有嘛個很重要的因素。你講嘅真係重要，尤其今日嘅環境
做音樂，尤其我哋新人一定賠錢，一定要錢，因為唱片公司都講唔想我投資。而家做音樂冇法度想我賺錢呢？冇法度困難哈，除非你真是有實萬有體力去演奏演唱會、演唱會。我哋做乜個會做呢？因為我2019年的時間去新加坡嘅嚇，因為我外派到新加坡嘛，那一年就發生檢查出國泰嘅問題。嘅嚇呢，我唔知啊，那一年就變得按查緊啊，結果檢查出來醫生都講我係重度殘障。都重度殘障。重度殘障係嚇到我講係平常健康寶寶係聽講係冇百嘢冇19。我係明年睡眠，佢9點嘛，都睡眠嘅呢。我係有運動，固定運動，佢注重係飲食係用，我變咗重度殘障。如果講因為有這麼嚴重嘅腸功炎，腸功炎係檢查到嘅，我嘅視野已經損失一大半啦，2年左右一大半係唔得。咁唔會唔得咯？係完全唔得，係像一個證照，係打過好打球嘛，我打網球，我打網球，我打羽毛球，嗰啲球嘅人係看唔到。我朋友講，你要按難死哈，你係咪唔想去投？你接球，我講真是唔係，球嘅人係看唔到。我係唔點解呢就出問題嘅？可能一旦毛毛啊，嗰個空氣唔毛嘅，其實唔係，因為呢就已經變化嘅。以前講唔嘅視神經存到30%嘅，講一天我強加改變人嘅生活。人可能工作嘅發現也應該調整，因為佢工作壓力過太行，一直比來比去。點嘛？畢業法一定要看重嘅各種嘅東西。喺度看重嘅東西嘅話，唔喺度視網膜過泡，視神經過少嘅話，過門下，過容易，都視網膜都玻璃，都眼睛都看唔到嘅。你都講唔可能，我跟公司討論一下哈，可能要調整人家工作跟人家生活的一些運動，唔可以去做激烈的運動，唔可以打球嘅嗰度唔可以扮重嘅東西。所以我人生變化這麼大，你做得想想，一日按健康嘅人，一下會談到一個消息咯，真是都晴天霹靂呢。我係馬上過來高雄長庚前面的最有名嘅醫生嚟搞檢查，你看到當係馬上能講冇法度，都係重度殘障。係拜託先生講，拜託唔好加下重度殘障，係講上我再繼續做工作，唔加下重度殘障喺公司唔好做用得改善咯。唔係實在用戇叫馬更他個講唔好按戇，身體最重要。如果因為身體有出問題，後來如果有一個軌道音樂嘅一條路，可能也故事體團都幾精彩嗬。咁我哋本身上是下長嘅咧，等下多轉來繼續打嘴鼓。歡迎多進來福喜來嘅現場，今日來到我哋現場嘅來賓呢，係個特別嘅音樂人邱群峰先生。好多群峰先生有講到嗬，都係轉了一圈，繞了一大圈，邊呢櫃台看又多進來，同呢身體狀況有關。可是真的很難想象嗬，如果你看起來係非常嘅健康啊咧，而且我哋都有講妖精嗬，唔會老嘅嗰種。唔過唔講啱到係冇做。醫生講重度殘障，佢嘅晴天霹靂。冇錯。如果本唔想講，我多種嚟做自家輕重意嘅事情，係咪？你能人嘅下我都歸美國咧，因為係頭一年嘅時間，能交接跟工作交接係。講對新加坡，對新加坡辭職到美國，結果一個月都讀到大爆發 ，COVID-19 疫情，新冠疫情大爆發，來是要做唔得去，已經。心情關冇啊，結果關那條路卡，乜嘅地方都做唔得去嗬。都想講我做乜嘅事情過好，因為做唔得明顯你心情唔好啊，沮喪做唔得啦嗬。人生想同一對往前走，都想講我乾脆都用音樂來調節自己的心情，也記錄自己的心情。然後也利用音樂來傳達一些正能量撫慰人心，因為佢他有心裡面暖這麼暖，唔知做乜嘅何去何從？一個世界末日咁樣會來，錯冇？還記得佢覺得人講，全部人都嚴重，因為連新藥嘅又還唔前，連疫苗又還唔前批准，所以我都想講開始來下歌嘅。我下歌嚟講，我下乜嘅歌嘅，我都想講，我弄擺提台灣提
過多地方有過多好朋友。我見退休誒，以前要做唔得出，我開始就尋伊人好誒。結果都用 Google 嚇，開始就尋我朋友嗰度，花過去太時間尋到鐵嘅好朋友。結果我發現已經過世誒，過身誒，40那時都得到癌症過身誒。對我講打擊過他嚟講一個安好嘅人嗬，一個音樂博士、鋼琴博士哦，做乜嘅話呢？一下都按好想都英年早逝。我都想講應該下一些東西來紀念面。我想講再來尋一天嘅朋友，天嘅朋友也係改好嘅朋友，係呢一個改有名、改好嘅牙醫師台南嘅人。結果嘛花個幾時間，尋到一啲時間呢，咱不也透過朋友嚟講，也已經冇啲時間行咧。唔敢問乜嘅原因，因為天嘅。還想講還是不要去打擾他哈，因為我介意太太唔熟悉啦哈。就想講今日過來台灣有時間咧，慢慢尋時間了解。經過一個兩個經驗，我都想講應該下一條歌，我就下一個紀念終點也是原點一條歌，想講撫慰在上天的他們，也要提醒我哋大家喺啲時間同我哋一定有想乜嘅人，有愛乜嘅人。一定要慷慨，好，前一個時間去跟他人講，唔好等到人冇出現，咱哋上人都太慢咧，好，所以我下一條歌對我嚟講意義個重大啦，好，我下一條歌我都跟一條歌分享，同我啲好朋友啲台灣，一個有才華、個有才華嘅一個音樂人，喺度講啊，拳房你已經開始下過，乾脆你都來做轉型好誒，唔弄擺。替台灣下過很多歌啊，你乾脆都將一條歌拿出來整理好做轉型。我都真實都對唱歌行，喺都成幾唱歌，將嗰條歌全部拔出來，看記下什麼樣嘅歌誒。好運氣好，因為都成幾天氣這麼乾。個早，所以個卡帶、都個磁帶全部完整，冇音質都冇壞。而家睇台灣冇可能。冇可能，台灣你話連播放。卡帶機有壞起來，結果我都強加緊嘅轉錄後，讓我朋友睇下時都加整理，整理後真是整理後打敗一條專輯。我朋友讓我透過一個民歌手大前輩台兆梅小梅姐，還能我好朋友一個前輩啦，佢就故意都講啊，加一談小梅姐講，剛剛我請製作人，結果都請到我嘅今日製作人王海玲。王老師，王海玲老師唱過那麼大咖的，對，你知道王老師最有名的就是忘了我是誰，不看你的眼，不看你的臉，很有名的民歌手。那他也是一個很好的老師，歌唱老師、教學老師因為寬東來嘅紀念終點也是原點的詞，也都相當來講，出發點都接剛才案子接下來，因為來講海玲姐來做一個事情呢。唔係為了名，唔係為了利益，因為已經50-60年哈，我就算重新出發做音樂，我唔想為了出名，為了賺錢呢有壓力，我做一個有意義的事情。海玲姐專門支持我嘅想法，伊就講好，我接命安呢，各位願意有行個過好，因為海玲姐落台還能按到王繼康老師，王繼康老師是編曲老師，他得過金曲獎。他是編過阿妹，編過很多好個有名的歌手。沒音樂人，我離音樂超遠，我錄低啊個名。真的哈，因為特別看個 CD 嘅歌詞裡邊，嗰度嘢名。係編過2-3千首的作品，也大力支持。對頭先開始多2年哈，有始有終，按帶來行業看，按作品都因為一個大師的加持，海玲姐的加持，按講按唱的樂手，全部按台灣鐵流的樂手，按有法度將一個專輯好好做出來，呈現在大家的前面。不過唔家下大學城係20年前的事情，幾20年前？更加過20年，我再過來出專輯，有請到那麼大咖的王海玲老師，該以為有求嘅，因為你唱功應該冇問題啊。依種問題有個問題，唱功大有問題。有人講嘛，因為我弄擺提合唱團唱歌嘅人，
太后，我都參加合唱團。我去美國讀博士，我還參加美國的合唱團，看參加兩個合唱團。結果從合唱的人呢，發音哈，用力的方式呢，跟一般唱流行歌的人的方式冇相同。所以海玲姐開始我跟海玲姐上歌嘅，伊都甲我講，你一定要改變你唱歌的方式。合唱團係比較有點像聲樂，冇錯，美聲啊。其實我唱歌還是有點美聲，但是伊講盡量唔好出力，唔好按出力。按過見咧流行歌嘅唱法呢，轉音哈，冇按誇張哈，直角。改道嘅技巧，全部係咧海玲姐一步一步一個教我。按我嘅歌啊喏，一個音加對歌，一隻字加嚟對歌。所以海玲姐這麼用心，我有法度，見面嘢按有心情吼，聽到些啊對觀眾朋友頭先按嚟唱歌嘅，按過發表我嘅專輯，因為我哋真係係咧一步一腳印嚟行，唔係講啊，攏把我唱歌嘅，都一聽有法度講，馬上去錄音室。好，跟一個專輯唱完，不是這樣子。剛那條歌誒錄都真辛苦啊！完全每條歌錄音的方式有冇相同，因為老師一定會講啊，一條歌要乜個心情，要乜個角度，好乜個想法，乜個唱法來表現。我還記得吼，其實我哋錄個按度歌誒，應該點樣個按叫什麼幾下10年。應該英文歌應該對我應該冇問題吧？我想到錄英文歌嘅都貼到鐵板。no more。因為哈，按樣嘅英文歌嘅情緒表達嘅方式，按個發音咬字哈，冇相同，跟唱中文歌冇相同。按我一個專輯裡邊有跳下嘅英文歌。你自己寫？係蠻愛自己寫。按我做乜會寫一條歌？因為挖洞給自己跳。唔啲嘅下係呢烏俄戰爭，世界很多年以後都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來看到咱們心情唔好哈，你想講應該下一條歌，鼓勵大家呢，唔愛一定愛為了正義而戰，一定要堅持下去。所以我一條歌都按照堅持吧。好，英文歌都按照 hang in there，一定要繼續努力的在那邊，不要放棄。啊！冇想到我下下年哦，按第一條歌按快唱，嗰樣按過啦。結果我哋發覺嗰段時間錄唔見下，也其實有感受，因為情緒嗰度情緒，所以以後嘅老師都發現講啊，佢講停，唔好再錄嘅，因為吼感覺你很緊張，佢緊張，然後那個味道不對，又很愛出來，又都剛剛 key 調了半個 key。往上升，我想說老師，你已經太高了哈，你怎麼還要調高？他說這樣子可能會比較好一點。然後真是調高以後再一批都夠自然的。那有一個例子，我還記得嗰度神奇的故事。老師講我唱歌的方式，我還記得錄世界一樣，還能講我還能去美國讀博士，給他下一條歌。一開始還能懷念我的台灣的朋友啊、家人，下一類對他們的一個愛跟思念。有太陽有月亮，世界一樣哦。我仍隔着窄窄的海洋，為愛人歌唱。這個是原來還能愛版本。你不用開嗓都可以重按過。也個還能愛原來版本，我說隔着窄窄的海洋，為愛人歌唱。不過老師唐豆要條歌也很喜歡，季康老師也很喜歡。他們說，給世界那麼混亂，我們可不可以把歌詞改一下，將一個小情小愛化成一個對世界的一個和平跟一個善良一個追求，提醒大家，我們講好了給他改，原來都是夠善良哎，心腸都是一樣的好，為什麼到現在要這樣子打來打去、殺來殺去呢？所以他就叫我把歌詞改，我就改成有太陽有月亮，世界一樣哦。我們都有一樣的善良，同樣的願望。有昨天，有明天，世界一樣哦。真理不滅，真情不渝，真心永遠閃亮。
哦，大家安尼唐露迪老師係療癒系嘅歌手啊，誒，也個專心嘅係，我相信大家一聽唐唔過癮，我哋本欣賞試下唱，我哋等下個繼續落多種嚟獻唱。歡迎多種來福喜來嘅現場，今日來同人哋打嘴鼓嘅係邱群鳳先生，而係嘅嗰啲特別嘅音樂嘅。啊，大家好多呢應該有聽到群鳳先生唱歌嘅，就會療癒系嘅嗰種嘅嗬。我哋唱啊，如果面對考試，我哋還是聽到民歌嘅嗰種感覺，就很清新嘅感覺。可是那個清新嘅感覺還可以保持，都見呢，你上過唱冇嘛變聲音。其實我算個咁樣講，個願意唔會差嘅，福氣，我福氣佢睇啦，因為我一直有運動嚇，我成不個正常，係，所以我嘅狀況，我聲音冇乜個太嘅變化。其實我做得健行做得唱高過一些，比人強嘅唱行個高一些。哦，都按火了。係嘛唔對，但係聽講嗰種大部分咧，南美人。可能印度嘅話，可能英語可能會變要個快一些，唔知係真係假啦，冇去看 Google 係嘛唔知。哦，啊，唔見家安尼說嚟專心，啊，頭多眼聽到嘅時間，因為冇聊嘅時間，我都問老師，因為人嘅曲風就真嘅係療癒嗰種，啊，日文面都有點禪意，錯嘛？錯。嗰種係問老師講，你有學佛嗎？啊，老師，唔感覺你嘅音樂有受到嘛個影響？影響，因為我哋閩南人嗬，你哋閩南嗰度。廟嘛，廟啊個廟地方有佛教，有道教，有儒教，佛道儒。哦，我漢聲人都聽阿媽啦，時常去廟方聽書啦。啊，因為我念阿媽會念經，啊我個太時的話嘛，有慢慢的嗬，媽媽也時常去講神堂啦，去馬祖廟會念經。啊，我後邊有聽到你學一些，啊個講我其實某個宗教嘛有接觸一些。啊！冇講話一天都佛教，又一天都道教，啊冇跟自家嗬，講話一天都某個佛教徒啊道教，啊因為宗教只要呢係你教人想做好事，鼓勵人嗬，幫助別人，我都會去接觸，我都會去開放我的心胸呢去學，所以我去美國，我下班我某一天朋友去教會一下，我們講下個地方下面有一些宗教的味道，有點差異。是的，沒有錯。因為我爸爸往生給他10多年前，我給他這段時間呢，我透過念心經，還有呢，我們的證嚴法師、慈濟證嚴法師很多教誨，我學了很多，一直在撫慰我的心靈。所以我在這次疫情期間，他敢按慌張世界很動亂的時候呢。我也是有想到這些宗教給我的一些教導，那我就在寫歌的時候，馬干也都可能講對我影響比較深的一些句子或精神吧，不用我提哪一個的跟大家分享。咁你這個好聽的係用哪一個呀？我平常歌好聽的都民謠，尤其我歌好聽美國的獨立民謠。哦，台灣的話，現在也很多人做。獨立民謠，唔定可能客家嗰度民謠歌手嘛，嗰有名嘅民謠歌手謝宇威，我們太陽上嘅學弟，林聲祥，閩南嘅驕傲，全都是大概是民謠系列的。閩南都出幾多？幾多嚇？幾多？結果其實我一般來講嘅話，我好有啲輕搖滾，然後民謠風的歌。而家仲有個譬如講英語。係大部分係華語歌，都係9條係呢華語歌，一條英文歌。哦，我有聽過老師已經睇6天呢種專輯。冇錯，佢是準備，其實我天呢準備呢種專輯嘅時間呢，因為時間過長，嚇，你老師講認真一次啲琢磨嘅時間都準備下。
講天一種轉型要過嘅，第三轉型要過嘅，甚至第四轉型要過嘅，全部要寫下來，全部準備好嘅。唔寫過一個夾哦？冇過夾，啊唔過我唔會那麼想影響，因為我見都一個人見，因為寫過一定愛有一個有個主題哈，有個想法，個完整的想法，我讓我開始去寫伊，我唔會從弄不好上啊，乜嘅想到乜嘅寫，想到乜嘅又寫，下邊有是不可能人講啊法語講無病呻吟，我根本唔想做這種事情，所以我一般我先將一個想法記錄下來，咁咱開始去寫曲。哦，咁唔體重專輯係總會係新的哈？體重專輯第八號7條歌行的新歌，以前是歌後開始寫，第八有3條歌行的舊的歌，啊有一條像世界一樣的歌詞，啊像一條有一條歌嘅行的跟原來嘅曲，保留按詞全部改下，係按過還有一條歌行的個比賽，除了大學生第6屆比賽以外，參加咧出。一個我哋台灣的個有名嘅廣播前輩楚雲大哥主辦的比賽得獎的一條歌啊，按到3月春天不下雨，3月春天冇落雨，也變我哋一塊專輯底部。哦，哇，已經上到第4種嘅哦。咁唔會寫，我有上過齒輪寫客家歌嘅嚇。有，這麼好穩定。其實有人鼓勵我寫客家歌，其實我對客家歌嘅感情嚇，幾複雜。因為啲人係寫嚇，冇錯能按。唔能一台可能成班歌行，我哋環境也較個情故事，係嗰多人冇係好做去讀書嘅呢，所以我哋對客家一個感情哦，客家我嗰度偏向一個苦情嘅地方，我係唔好見一個時間啊，寫嗰種個悲情個苦情嘅歌嘅，我係可能我有嘗試下有啲可能個寫一個成發先咧，一個發跳嘅歌嘅，我可能。有啦，我已經開始寫其他條，唔前準備好講做得跟大家分享嘅時間啦。哦，唔過喺進行當中，會唔會期待呢？嗬。哦，是當中，冇睇壓力。咁唔係唔講寫歌嘅，唔想去無病呻吟，因為也唔係後生嘅呀，嗬。啊，唔係希望個寫歌嘅可以撫慰人心，嗬。因為聽唔頭都唱嘅，如果講我講唔係個有目的。聽我嘅歌嘅，我希望有一些獲得，啊，可能成為個天，唔錯，哦，得到啲正能量，就繼續，有個勇氣啊，有個能力，能量，即係繼續望對頭上嚟，慢慢嚟行，慢慢嚟前進。我看到資料係咪唔睇嘅新加坡外派5-6年，我係有辦慈善音樂會，唔錯，因為啲我嗰度朋友，靠近我嘅朋友。啊，他講弄白啦，也有可能都去唱 KTV， 啊，你咪關浪費時間，唱開嚟都冇嘅嘛。啊，都跟我好朋友講，我哋乾脆都嚟組一個團，好，啊，做一些有意義嘅事情。啊，他講都講好，所以我哋都固定都3、4個星期都固定請時間，可能1-2禮拜都練唱1擺，啊，開始都籌辦慈善音樂會，我哋辦了兩擺，募款募唔會收錢啦，啊，全部捐出一本慈善機構，啊，我哋也怪快樂，啊，都好多一個領悟到一個哈，助人為快樂之本的道理。所以為什麼我想講全心全意投入我的將音樂投入慈善事業，裡面都真是有領悟到，做這件事是很快樂的。開始我唔會做事情啦，我本來有壓力。好啊，有一個太太一個有個怎樣講功利的主義的主導的想法，所以就是自在隨喜。唔會有安尼嘅想法話，我咩講我個前面好，如係唔感覺喺某個時期開始，唔會有想過，我要用我嘅所長來貢獻一個社會啊。其實我念珠發生安泰變化時，第一我念珠出問題嘅嚇，我第一我人生要改變，我第一我對我嘅安好嘅工作、安好嘅公司退下來嘅嚇，我都要開始想講一個人生哦，太多事情唔免我哋做嚟控制嘅，人生唔得下再做得119嘅，應該要開始做一些各有意義嘅事情。你嘅轉變係幾夾嘅嚇？你是那種很樂觀嘅嗰種，其實我還是我樣講，我嘅環境來講嘅話。
我哋客家人尤其闽東人講，可能一直唔係個樂觀的文化啦。大家都會搞，還是都不認搞。哦，一定要過生啊，先苦後樂啊，係咪？全部人呢？我一個，所以我個個性也是比較屬於比較保守，比較沒有那麼樂觀的人。以前，但自從我念書發生安泰的變化，我都想講一天要慢慢的開始改變，所以我都慢慢的提醒自己吼。唔好再俾自己安泰壓力，愛樂觀，愛快樂，生活一定要尋到自己會enjoy，會享受自己做的因為做的控制的事情來做。所以我再將音樂拿出來，同時呢做慈善事業。你剛剛我有安尼嘅勇氣，其實很值得學習，因為當年。你看，嘅成就其實幾高啊！好多安尼人講晴天霹靂，嗰當然會幾實質嘅呢，就可能好唔起來嘅呢。有可能有，我願意改行，我全家，我姐姐，按到姐姐，我個老妹，媽媽，親戚朋友全部嘅鼓勵我，一直提醒我，身體健康最重要。唔講一有成就，你嘅身體冇乜嘅有冇用，所以伊能一直安慰我。因為也一直安慰我，我也所以都慢慢的都開始也接受一個改模消息，改模變化，改態變化，一步一步來，每個音樂都做得改變的事情啦。雖然講做一個音樂，老師係用做慈善的心態，冇想講我要傳乜嘅名利。不過我看到我上 YouTube 去看，大家幾多人留言呢？我幾感謝嘅寫安尼嘅歌誒，咁唔知家有許多乜嘅印象，幾前嘅回饋嗎？哦，其實幾多回饋，幾多鼓勵啦，咁啊，幾感謝大家按支持我。我講其實我喺台北。成品辦我的簽唱會，我人生中第一場的簽唱會，有一個新加坡的50多年專場去參加我的簽唱會，也唔係我朋友哦，伊個買 CD 啊，幫我簽名，這種鼓勵啊，突然的，我講，有聲勝無聲，不是講啊，都底下我有個莫大的鼓勵，用透過音樂呢，做嚟結交全世界各地的朋友跟知音。哇，難怪已經寫到第四種誒，會幾有動力誒，會有動力。今日非常感謝權豐先生同我哋分享精彩嘅故事，咪希望我保持好身體，繼續寫本大家幾有療癒人心嘅歌誒，感謝今日嘅分享。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感謝觀眾朋友，大家一定要好好保持自己身體，要注意自己身體，祝福大家平安順遂。多謝，各位觀眾朋友，生下來冇狀態哦，聽論先生好好運動。觀眾朋友，有請許多福喜來嘅面書粉絲專頁面站，還有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隨時發落福喜來嘅最新消息。